你而家已經係一個外賣仔，記住要投入角色。陣間我入到佢竇度，我即刻叫幾啖飯，10分鐘之後你準時送入嚟。嚟噶啦喎，正式噶啦，正式噶啦，唔排噶啦，唔排噶啦。可唔可以嗌 action 先啊 ？action， 喂喂喂！喂，好啊！早你啊 call 我馬交，有 call 你啊？機場 call 我啊？有冇開機啊？我添啊冇開機，24小時 on call 啊！怪唔知你得馬仔鬼咁窮，喂，後子偷渡啊！衰仔成日抽水啊！嗱，攞高俾你。阿柱，要冇講？唔好得啦，柱哥。咦，又係皮褸啊？皮褸大會啊今日。呢條款喎。我係外賣仔，我嚟送外賣嘅，企一單飯廿5個半。阿嘅，佢呢件自然將就啊！啊，你睇下啲質感，冇翻20年啦，都做唔到咁嘅效果啊！嘢留俾你嘅。